Hello，各位朋友，又係我早市啊！咁禮拜六咧就有澳洲同埋英國兩地嘅轉播賽8+4嘅賽程嘅，總共有12場咁多。咁先講澳洲嘅主題賽事啊，呢一場係 S4嘅第7場，雲絲仙子錦標係跑1400米嘅。咁有14隻馬咁多啊，焦點咧都係落在嗰隻秋輝身上。咁呢隻馬上次雖然係出賽以嚟首場敗績咁，但係今次唞完之後咧，今季第一次上陣縮翻嚟1400米，應該會夾入腳法嘅。不過始終咧都係一定係成為熱門㗎，同埋咧華禮納今場都有好多馬列陣嘅，咁所以咧就揾佢做副選，首選咧就揀一隻咧比較單線啲嘅14號紅裝力正啦。咁呢隻都係黐馬嚟嘅，而且咧副榜係全場最輕。啱啱咧上季尾咧係連贏2場一級賽嘅，咁所以咧依隻馬嘅氣勢咧，相比喺秋輝嚟講咧，絕對一啲都唔輸蝕。咁同埋依隻馬咧係出自之前訓練過魚子精華嘅莫德，同埋咧騎魚子精華嘅勞倫手上，咁所以咧又係黐馬嚟嘅，憑住咧近期咧連贏2場嘅氣勢咧。呢隻馬行頭咧，亦都唔出奇嘅。咁次選要翻秋輝之餘咧，第三選都係揀翻華禮納嘅馬，我就比較中意嗰隻星彩女兒啊。咁呢隻馬其實跑中距離啊，1200至1600咧都啱嘅，但係1400米咧最首本係2戰2勝嘅，咁所以今次排嗰個內檔起步咧，佢埋邊咧就係紅裝力正啊，佢揾紅裝力正做呢個假想敵啊，應該幾好跑嘅，咁所以咧。冷門咧都可以加入考慮嘅。S4嘅第7場喺個雲絲仙子錦標，我順序提供係14號嘅紅裝力正、8號嘅秋輝同埋12號嘅星彩女兒。咁至於夜晚嘅英國約克伊波賽期最後一日賽事咧，只係播4場嘅啫。重頭戲咧就係 S5嘅第2場啊！呢一場係約克市錦標1級賽7化郎嘅賽事嚟嘅。咁暫時咧英國合法外圍嘅大熱門咧就係高多芬嘅明演說啊。咁但係呢隻馬咧嗰個表現咧其實一向都唔係太穩定嘅。本來咧宿情咧都係有利嘅因素，但係排咗一檔咧對呢隻大步馬嚟講，其實未必係咁好跑嘅。咁所以咧我首選咧反而會揀咧有一隻可能係大器晚成嘅小抄東尼啊。咁呢隻馬之前贏咗女王安妮錦標係爆大冷嘅，咁但係再出嗰一場咧，啱啱跑嗰場嘅都係1級賽1600米嘅對手，其實強好多噶，因為有呢個劇烈氣象啊，同埋呢個雪岳區啊，仲有歌劇舞姿，呢啲都係1級賽民主嚟嘅。嗰場咧薩爾克斯錦標佢跑咗第4咧，輸俾啱啱嗰3隻馬，其實個賽績都幾好噶。咁今次雖然縮翻嚟7化郎角逐啊，但係佢之前咧喺葉森都係跑相約嘅路程，亦都喺比較變化嘅場地咧後上贏馬，咁所以呢隻馬咧今次又係跑呢個7化郎左右嘅賽事咧，我覺得佢咧3甲1席咧可能比較穩陣啲添。咁次選方面咧，又係揀翻同埋呢個小抄東尼嗰條方拉好相似嗰隻藍力氣啊。咁呢隻馬之前咧有一場1級賽跑第4咧，頭2馬又係呢個劇烈氣象同埋呢個雪岳區嘅。咁嗰一場咧就係呢個聖詹姆士宮廷錦標嘅3歲1哩1級賽，咁跑第3咧又係高多芬陣營嗰啲馬嚟，咁所以呢隻藍力氣咧，其實嗰個實力同呢個小抄東尼咧都係有少相若，咁所以咧呢隻馬今次又係跑翻1400米咧，亦都可以睇好嘅。咁第3選咧都係要翻李健夢境啦，咁呢隻日本嘅代表咧。長期咧對其他嗰啲好似嘉應高升啊呢啲強手啊，好難咧喺外地贏1級賽啊。咁其實喺呢個啱啱跑完嗰場皇家亞士谷賽期嘅英女王禧年致慶錦標咧，都有機會贏馬。咁但係咧幾隻馬衝線之下咧，佢就啱啱跑第2嘅。咁如果我覺得嗰場莫雷拉騎咧有機會贏嘅，咁但係嗰場咧莫雷拉仲係喺香港做緊阿方嘉柏主帥咧。所以就騎唔到喎。咁今次莫雷拉騎咧就跑1400米，
以佢咧之後再跑7月杯咧，落腳好似慢咗咁睇咧，可能而家1400米會比較合適嘅。咁所以咧，唯一嘅隱憂咧就係可能場地咧唔係特別乾快，對啲日本馬有啲影響。所以咧就揾佢做呢個第三選。S5 嘅第二場約克市錦標，我嘅順序提供係9號嘅小抄東尼、12號嘅藍力氣同埋呢個8號嘅李健夢境。咁下一次嘅裕洋轉播賽事咧，將會係下個禮拜六嘅，都喺澳洲舉行，不過喺考菲爾德跑嘅民星錦標賽馬日啊，到時我哋再見啦，拜拜。